弟兄姊妹，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利未記第12章1節至13章59節，主題係處理產婦和皮膚病引致的不潔淨。作者喺利未記第12章記載，產婦若果生下嘅係男嬰，生產後就會不潔淨7日，同埋要家居33日；但產婦若果生下嘅係女嬰，就要不潔淨14日，家居66日。產婦過咗潔淨嘅日子之後，就必須去到會幕門口獻上燔祭同贖罪祭。如果經濟有困難，就可以用2隻雀仔代替。而作者喺利未記第13章記載，祭司需要根據皮膚嘅顏色、病變嘅程度同埋病變有冇持續嚟判斷患皮膚病者係屬於潔淨抑或不潔淨。若果祭司判斷為不潔，患者就需要獨居營外，撕裂衣物。潔淨之後，祭司會再次進行檢查，確定病者係唔係已經潔淨。另外，衣物上若果出現污點，亦都需要交由祭司檢查同埋處理，由祭司判斷係唔係潔淨，確定衣物有冇需要銷毀。反省問題。作者喺利未記第12章同第13章繼續講論有關潔淨與不潔淨嘅條例。咁喺生活裏面，你會點樣處理自己嘅內心同外在生命，確保同上主嘅關係冇受影響呢？